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，要同大家来分享嘛个喏。其实下礼拜就系5月节咧，天时暗夜嘅时节啦，应该要来放伊个果子。果子水分当多，大家有想到是乜个果子冇？食起来会有那种唰的嗰种爽快嘅感觉哦，想到阿群妹后来是就会流出来，就会安尼西瓜。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嘅，可能大家想到嘅上第一直觉想到的是花莲嘅西瓜。不过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阿群妹爱嘅家乡后龙嘅西瓜哦。细细嘅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有请到嘅来宾，先来分享后龙镇公所嘅主任秘书林澄清，分享林主秘分享。大家好。我是苗栗县后龙镇公所主任秘书林澄清，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，谢谢。欢迎林主秘来到节目当中分享。阿三下来是南嘅一位来宾，佢係啲後龍種西瓜嘅西瓜小農哦，細細嘅來分享佢各幾回分享，各大家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後龍人。平常全部種西瓜，感謝。好，聽講國泰國頭擺本人講係，都亞下啦，本人講係郭里長，對不對？對。亞下冇做里長，國泰家係喊你郭里長就是了。退休的那個。退休的，不過大家還是習慣稱他郭里長。沒錯。哦，故說今日同歡喜邀請到2位來到節目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哦。故說亞後龍嘅西瓜，聽講是很久以前開始就很有名了。對。什麼時候開始啊？大概可以推溯到100-200年前。100-200年前。100多年前，我們整個後龍這邊的地形啦，或者是氣候啦，或者整個環境都相當適合種西瓜。100-200年前，所以大概有可能是差不多日治時期就已經開始有名了。當初苗栗後龍西瓜有名的程度大概是那個整個台灣各地的，不管是水果攤販或者是大盤，他們都能到後龍來集結，來買我們後龍的西瓜。所以當時如果後龍的西瓜產期到的時候，那整個後龍鎮上幾乎都是很多外地人來這邊買西瓜。所以是整個當時在100多年前，整個台灣西瓜產地的重要產地。按有名這麼有名哦。沒錯。哇，聽說這個當初這個台灣的西瓜，後龍的西瓜就已經有出口到國外去了。對，當初在聽我們的長輩講，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呢，我們後龍西瓜的品質相當好。當時還進貢到日本的天皇的那邊去，當做他們的西瓜，所以我們那邊有幾塊田啊，整個區域裡面都叫做玉田西瓜。原來是這樣，原來呀苗栗後龍嘅西瓜按有名。古時候上來苗栗後龍嘅西瓜，用會好食都做得愛受到日本嘅天皇咯。你細細嘅就來問一下我們的郭里長，係唔係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呀後龍嘅環境，也係講嘅氣候啊、奶肉啊，也都很用版，怎麼會這麼適合呀後龍種西瓜呢？ที่อันนั้น的公主後龍州地勢啊，一片瓦山，一片瓦海，嘅因為瓦海嘅全部沙質，全部沙質，伊啲好處就係颱風來，唔會損壞。係唔係因為有山呢？有山呢，當然唔會傷害。嗰類嘅沙質呢，它可乾可濕。都能夠保持它的水分。種起嚟個西瓜，天天的有那個水分，唔會講一下水是多，一下有冇水。安尼做的個西瓜，伊就做得安尼凍沙，食起來口感凍沙，凍甜。唔過呀，後龍嘅奶係沙鎮奶，咩聽人講花蓮嘅奶咩係沙鎮奶，一兩隻位數嘅奶有乜嘅偵查冇？唔過人家後龍嘅沙子有條嘅奶，佢做得保存嘅水分，佢較長久嘅時間唔會燙糟，所以它的水分做得平均啊。就較均勻啦。因為迄個單純係沙子嘅話，加個水就會離凍降嘛，對不對？很快就排掉了，沒辦法涵養水分。不過有一些的有粘性嘅奶，
沙子奶同有盐性嘅奶落腔下，它就又做得沥水，啊唔过水分又做得流到奶底度，係安用哦。嘿嘿。哦，嘅也氣溫度喏，種西瓜要用嘅溫度較好。溫度按迄種嘅氣候啊吼，種西瓜當好嘅地方，因為個也有海風啊吼，佢有安尼個濕，人講嘅種小陰陽誒，哦那個熱空氣啊，熱空氣，啊佢安尼落去天天誒要養成人家嘅西瓜種甲下嘅成長，哦，嘅成長佢要動坑。冬天迄個人個西瓜就會太了，西瓜太了，迄個人個水分又拉，哦啊，種迄個個西瓜又會甜，又會沙。哇，唐講呀，黑龍西瓜好食係好食，前幾年嚟張潘太呀，這個西瓜評鑑，對不對？給黑用版給一家發通啊，請主秘跟大家介紹一下。大概整個西瓜評鑑，因為後龍主要西瓜是當地是最有名的一個農產品。那因為我們希望把農產品的整個一個品質好跟不好，或者是它的特色在哪裡，經過透過比賽的方式，讓我們農民之間能夠技術交流，所以不止競爭也要交流。對，然後也希望說鼓勵農民說，你種了西瓜這一年下來的這個評鑑的，我們看到那個照片是對，很多很多的大西瓜。對，我們今年大概有80幾位農民來參加我們的比賽。那這個比賽是每年都很踴躍來跟我們參加。那我們就請了不管是很多專家，比如說我們縣政府的改良場的、農糧署的、農委會的這些農政體系跟技術部門的長官們來幫我們評審，相當公平。而且整個農民他競爭的相當的緊張哦，會場裡面很多農民他會自己會覺得說，到底今年成績怎麼樣？哇！那一剖開就知道說，大家今年的成績好或不好就很清楚了。在經過評審之後，馬上就公布整個成績。古時候呀，農民其實都懂看亞比，所以看懂從吼，看重這個比賽，因為很重要，一年一次。對，那我們公所這邊也是希望說，再把這3、4年來的比賽成績能夠公布出來，讓我們消費者能夠直接跟他購買啊。比如說我們郭里長他如果比賽前幾名的話，那我們消費者就可以直接跟他購買，說，哎，這個郭里長的那個西瓜品質很好，那直接就跟他購買。所以我們有個公開了很多那個採購資訊，讓消費者能夠直接來跟我們農民直接購買。哇，按用董封篇呢？不過聽說郭里長沒有參加哎，他成績很好，就成績太好不參加了。我因為大概按響龍嘅差唔多都6月咧，吼，嘅西瓜都差唔多都尾端咧。對，就貼咧。啊，尾端好落響龍按好嘅西瓜吼，貼價都收尾吼，有點可惜呀。所以講我大概我全部看慢種呢，做得延續我們響龍嘅西瓜吼，本大家吼有靠機會也較長嘅時間，做得食到響龍嘅西瓜。故說大家可能已經冇西瓜誒，已經全部貼咧，產季完了，這個郭里長的開始含黑油，可以繼續接着。對，就是產期把它拉長。產期拉長，就從6月一直到吃到7月份，那大概7月份，原本到6月底尾聲了，我們可以到7月份還能夠買到後龍西瓜。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把它產期調整之後，讓價錢能夠更穩定，甚至於後面的西瓜價錢會拉得更高。哇，後面的西瓜價錢可以拉更高，郭里長有遠見哦。係咪？有想到一件事情，希望大家做得食呀，沒有你後龍嘅西瓜做得食較久到，因為雖然這個水果是有產季的，但是我們有點像是分散，我們分批嘛，對不對？分批上市。對，大家做得慢慢的到8月還很熱哎，還有西瓜可以吃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對，故說給我們葉 TPA 有請到主秘來啊，也是想要請主秘來教大家，既然要做這個評鑑，一般西瓜應該要怎麼樣來評鑑呢？其實西瓜評鑑最重要的看果型。第一個我們農民到我們評鑑場所來之後呢，他必須帶3顆西瓜。為什麼要3顆？我不能挑最好最漂亮的嗎？這3顆是農民自己挑的。然後挑完之後，我們由我們同事到田裡面去認證。
因为我怕农民去买别人的来。哦，他去把别人的拿来。对，我们是这样子比较公平，对，大家会比较公平。然后每颗上面都有我们公所盖的那个印章，然后送到现场之后，我们先称重。那称重是比整个3颗的不要误差。就是不要误差超过5%或10%，你不会差很多太，对，不可以差太多，误差值不能太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要重，就是要大颗，大颗分数会比较高一点。这样子的，对，甚至比这个还大，甚至比这个还大，是这种品种的。对，华宝的它有大瓜，我们有分3组，一个大瓜，一个无籽，跟一个甜美人。那分组3组分开比赛。对，那如果是刚刚讲的华宝，就会爱宠。会胎粒漳州的来比赛，然后颜色，然后果形，甚至于不能有虫洞啊，或者是有外表光亮，这是最基本的外观看起来是基本的。对，然后再来剖开之后呢，我们就看整个果肉的色泽，如果很均匀啊，很鲜艳的红色，那代表它分数会高一点。那如果说有点白白的，或者是它颜色不均匀，甚至于它里面果肉有水伤或者是怎么样的话，那分数就会降低了。然后再来就是甜度，那最基本的甜度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很要求，像今年我们平均下来的整个平均的甜度大概有12到13度这么甜。这是西瓜的甜度吗？对，这是相当甜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。很多民众会觉得说太甜了，但是甜的有一个背景是因素，就是我们农民技术很好，它能够控制它的甜度。那再来甜度测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它的整个口感。哇，因为我们所有对我们的评审委员有5、6个评审委员一起来吃，然后一起来评鉴它的颜色，定整个一个分数下来。哎呦，听主秘按用讲好，个后冷水就要流出来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来听听同大家来分享后龙西瓜嘅好味事哦。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後龍嘅西瓜啊呀，熱甜吼，天時愛熱，真然後來食以後西瓜，真然係知道真享受嘅事情。骨頭家下有講到好呀，後龍西瓜嘅好味事，呀下阿權妹就來吃食看呐。今日第一咧，我先同大家來吃食咧，係這個叫做華寶的品種，對不對？就是我們說的大西瓜。對，一般親接看到嘅蘆筍嘅有賣貴粒嘅，有賣一沙一沙嘅，對不對？呀，他就來吃食看呐。先看這個外表，這個其實它的果肉已經很紅色了耶。對不對？然後插下去也是沙沙的口感，沙沙的感覺。來試試看哦。很沙很水，然後因為有想是有些沙到太沙的那個又會覺得有一點點太乾的感覺，但是它是沙中裡面帶水的感覺，骨頭吃起來就會知道哇，好解渴哦，很夏天的感覺，韓國壓力。這一顆其實是還沒有冰的哦，黑公黑油餅糕更好吃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像這樣子，華寶西瓜它的口感吃起來應該要怎麼樣是最好吃的？郭里長，同大家講一下，用板嘅口感真好食。因個華寶嘅西瓜吼，個泰西瓜，泰家迄說西瓜，泰家全部托安尼個較泰粒嘅，你較泰粒嘅啊吼。又好看，啊，食起來又凍沙，迄種西瓜就會安尼，你剝開來加甜度，甜度嘅水分也有啦，甜度也有啦，甜度要啦，個色澤也凍好看，所以講呢，
吃西瓜买吃西瓜，人全部爱要吃华宝就对了。主秘呢？主秘喜欢吃华宝吗？对，华宝是首选。哦，首选就是了。是它的那个果肉跟刚刚主持人讲的沙沙，还有脆脆的，还有甜度、水分都够，都很棒。对，这是蛮不错的西瓜首选的。唯一的困扰就是太大块，很容易吃不完，太的。对，所以应该要大家分享。是。太加姜花生。对不对？对。不过吼，讲到椰西瓜，所有嘅果子都有分它甜的蔬菜，和它唔甜嘅蔬菜。椰西瓜清甜的蔬菜，总共有10种到1片哦。到底是集中在哪一边呢？郭里长？本来以前嘅食摊人全部讲过吼，讲西瓜迄条风较甜，条风咧有低条叶片，低条嘅片较甜。实际上呢，真实咧有。较甜的是点蜜蜂，蜜蜂当清甜的嘅清甜。哦，原来安呢。因为佢家都嘅甜水分跟嘅甜度因比多甜度吼。佢人讲迄啦都要沉淀。哦，伫个沉淀去个后背嘅显油甜，才会反射回去前面条前嘅，所以讲呢，佢甜度迄。西瓜迄尾较太窄个呀吼，有个人讲调细细安尼蜜蜂太太，迄种个西瓜都青好色。调细细蜜蜂太太青好色。讲嘅西瓜，哎呦，好爆料哦，我眼睛都亮了哟。种西瓜的人哦，佢全部会说安尼个。调细细蜜太太，还用青好色。尾嘅冬甜。冬红喏，因为头白颜色西瓜哦，像按用1片，吃西瓜嘛，个地方青好色，青好色就会。剔一撮叶片，叶片黑油甜哦，也是有甜，没黑油甜，佮清甜嘛，佮清甜，清甜，佮同蜜蜂比呢？啲冻叶吼，同蜜蜂叶吼，佮甜度差不多，就会清甜的蔬菜，清甜的蔬菜都差不多也一般啦，叶片一般，都蜜蜂安尼清甜。难怪有上次爱切西瓜嘅时节啦，有时都已经快到皮了哦，还是好甜哦。这就有可能係食到太西瓜嘅清米节的蔬菜，对不对？原来係安呢。故作今日节目当中哈，既然邀請到我们的郭里長呀專業嘅農民來到節目當中，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廣式農民啦，生來西瓜嘅樣板切。今日有大家愛同大家分享幾種無窮有嘅切法咯。第一種先同大家來說嘅頭前的呀，緊緻切法。緊緻切法佢切起來就像都得拿起來像冰棒一樣，對不對？要緊緻切法呀吼，切開嚟個應該是先扁亮加嚟切好去嘅，一做得切好去，一做得冰冷凍。等於是那個西瓜冰。對。最原始的西瓜冰。葉片有一支，真的就像是冰機嘅用嘅，有冇？這樣一支。有酥又唔會撞到。唔會撞到。清好。落嘴又嘟嘟好。有冬甜。一口大小，對不對？對。不過按用切有一招，這個有一個不好的地方，即係凍紅可能清甜，凍紅清做本人強鐵。人嘅人都冇窮樣啊，以為人。佢好吃甜的，佢就會是低凍嘅清甜。你就會先甜的。唔好吃甜的人都吃較順風的，其實都安尼。雖然講冇一甜，不過其實都嘟好。各有所需。沒有人好食冇按甜的蔬菜。因為嗰兩個西瓜全部凍甜。太甜。以為了了唔吃甜的人，較會嫌講強甜。煮香甜嘅時節，我用來區別用其實咩強用式嘅多西瓜，就會按你切法，撞開來加下，吃較順風嘅，一樣可以享受到後龍嘅西瓜。很水分，一樣很好吃。不過冇按甜，就做的是很愛味嘅按用，對不對？這是這樣子第一個緊緻的切法。也切法都各有所需呀。他喜歡吃甜的，跟不喜歡吃甜的，他都能夠品嘗到後龍的西瓜。
哦，鼓手大家可以练一下刀法，汉白切西瓜的时间就可以做井字切法，懂神奇哦。不过今日既然有请到我们的郭里长，还会同大家来分享其他的西瓜切法，对不对？像头前的西瓜，像这样子已经切后按钮，像船形的西瓜了，要怎么样继续来切才可以切到好吃的西瓜呢？做示范。对，像按钮，如果要切到唐贡有一种切法是每一口都可以吃到好吃的、最甜的西瓜。像我们那摆进宽度的西瓜切法都差不多全部按尼切。一按钮，全部按尼切。哦啊，而且按尼都。而且都大厚都厚色嘞。这样下去都按尼切法了哈。直的切下去。好，按尼个切法了吼，也免当甜的。哦。下来都较无按甜，不过下来都又较甜度比较少一点。哦。啊，再来一个切法。哦。一般我们餐厅的话，一般它都会比较切茄角。切茄。对。中马哥按用夹切。切斜角的话，哈，它有一个好处，我们这样切断的话，它比较会倒下去，会倒在盘子，大家会认为说这个靠在盘子好像比较不卫生，哦，它切斜度的话，绝对不会倒。我用给切法就是说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比较有设计感，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比较有那个美感，有那个角度。哦，鼓手你看到有按用无用给切法就错诶。银迄刀啊，吼，较大，那切比较有那种造型。给按尼个切法啦，吼，应该用20胎盘的哈，给胎西瓜切对半。哦。然后再切像类似一半的船形这样。哦，一半的船形。对，放着中体给胎盘的给底洞，拆开来。哦。从分开来，然后我们底洞用按一个黄肉的那种西瓜。哦。中底洞中啊多要一盘。圆圆懂我西瓜拼盘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西瓜大开花，整个非常的好看。哇，给我有动态嘅盘呢哦。对，要很大的。我有胎盘呢。要西瓜太了，要动态十个盘。哦，鼓手除咗从大家来小嘅切法以外，没有来同大家来小嘅无用嘅西瓜品种。也按多年了，这几年才兴起的是这个甜美人的品种，对不对？它的果形其实比较像是椭圆形。的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大颗，像这样子小小的，很可爱，没有像大西瓜那么重，抬不动，对不对？那给它共用是鲜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它吃起来它的口感是怎么样？主秘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？它的沙还是有，但是它甜度比较高。就甜美的甜度又比华宝大西瓜还要高。真的耶！它平均甜度都很高。然后它也水分也有，它水分也有，所以这个瓜适合一点小家庭，就是它是比较小颗，就是我吃不完华宝的，对，我就可以买甜美人，对，或者是你喜欢甜的，很喜欢特别甜的，对，买甜美人。你看它是口水感跟米西真给还懂甜，但是它的瓜味跟那个华宝的西瓜的瓜味不一样，对，华宝西瓜的瓜味比较重，瓜味到底是什么味呢？太嘎七嘎了，想一下，我很难形容瓜味，就是真的是。海意就底耶，瓜的跟米西呀，甜美人跟瓜米哈色，华宝加个瓜的跟米西哈虫，不过甜美人它甜，韩国哈色它这样子小家庭，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吃，对不对？鼓手吼，你看有关西瓜还有冻都至少会同大家来分享哦。鼓手先休息下，等下转到节目当中再跟同大家来分享哦。
转到福喜来咧，我係钟意權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後龍嘅西瓜。先來去到要買西瓜嘅時節啦，我用辦托裝托嘅到好食嘅西瓜喏。來問一下人哋國泰哥，我用嘅托裝托嘅到好食嘅西瓜，比如講像我們以品種來分好了，像這樣華寶好了，我用辦托一般人講就係用。嗲嗲啊，又係講噗噗啊，咩唔抵講我啲糖物嘅聲音，咁做得偷到好嘅西瓜。因為偷西瓜啊，吼，有幾啊種嘅方式，吼，第一種就用手去敲敲看，敲，用敲，這敲起來有較清脆嘅呀，清脆，有比較清脆的，而且還有帶有一點彈性。哦，要慢慢的去體會。帶有一點彈性的話，壓到西瓜保證好食。哦，又全部有燒有沙條，有一點彈性的感覺。第一種嘅方式就係看夾嘅紋路，不過看紋路呢，我有每項嘅人才看得出啦，一般咧可能看唔出。夾嘅有花紋，花紋有比較深色的那個花紋，它有撐開來成網狀的。哦，分布越開的這一種西瓜，絕對成熟，絕對好吃。像暗用嘅，這個算是有撐開來的嗎？是有撐開。這個就是有撐開來的紋路，它不會太集中。對，是這樣講嗎？一般沒有成熟的西瓜，全部比較會集中密集，會很分明的那個深藍色跟淺色的，很分明。它有成熟以後，它慢慢擴散。全部這樣子，像一片像那種的按用送去嘅，應該就會好食的西瓜。擴散開來，這個西瓜有成熟也好吃。按用釘冇？也可以。按用釘愛糖嘛嘅聲音。沒錯的啦，比較清脆。比較清脆的聲音。哦，按用就會。總之，你可以講糖聲音，就會糖到清脆的聲音，就做得偷到好嘅西瓜。啊，迄講看外表就會看到夾嘅紋路像網狀一樣，布滿規個太西瓜，按用就做得偷到好嘅西瓜。那迄講像迄按用甜美人嘅話，按用板頭。甜美人我看紋路嘅，紋路用敲嘅，用安尼敲嘅敲唔出來。敲唔出來，哎，甜美人它的紋路看起來就是很分明啊。這是用紋路看嗎？很分明，沒有錯。問題是它還沒成熟之前的紋路不會是這樣。哦。會比較模糊一點。反而是比較模糊一點。甜美人給熟了以後，它的紋路會很明顯。會分得很清楚。黑白相間的感覺。分得很清楚。會看得到按用懂清楚五泡橙色、淺色按用的，就是好吃的甜美人。對。哦，按用觀眾朋友有好會忙，喊埋去托西瓜嘅時間就會按用托哦。唔過吼，今日雖然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西瓜嘅知識以外，先來西瓜應用辦中，用辦來照顧，咩像呀？安尼國泰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一般種西瓜全部伫個農曆嘅正月啦，吼，主要開始有種西瓜咧。等於講寒天就會開始種咧。寒天開。我迄正月來種啊，吼，叫我剪我戴帽誒。戴帽誒。我戴帽西瓜。好可愛哦！西瓜戴帽子。西瓜東向樹哦，我戴帽誒。我同佢戴帽誒，係減佢寒度。減佢寒度。哦。種像人哋人啊，吼，迄寒氣冇做啥，咩做唔得啦。哦。冇做唔掉。西瓜迄因為要減佢寒戴帽誒。我戴帽誒，安尼才有法度分個。做種嘅西瓜，佢很那個均勻的成長。啊，佢因為西瓜咩係太甜嘅嘛，太甜我本佢做嘛嘅準備冇。太甜咧本做一上起來啊，吼。有兩種嘅做法，一種係做芒大甜，加下做鮮肉皮。皮肉好迄個才大甜。大好迄個才。鹹嘅烏盤嘅，哦，愛鹹烏盤嘅，愛鹹蛋，做乜嘅愛鹹？因為要鹹蛋啊，吼，做得保持它的水分，可以保持水分，哦，不會讓它太乾。對，不會太糟，涵養水分就是了。還有保持它裡面的一個肥料的不流失。我嘅鹹好迄個再個鹹妙嘅。
甜苗诶，西瓜种嘛该爱甜苗诶呀。因为用西瓜种落去，佢开始太甜加下吼，因个黑布面当啊吼太光滑，佢冇安尼去抓着力。哦。冇好安尼昨天给抓着力。好有趣哦。对。那个藤蔓必须要有让它抓着。稍微风大一点的话，它不会卷曲，不会扭断。故说我本期苗诶，苗诶，本期嘅太甜加较由我做电机，了缝落去，唔会讲安尼滚做贵下诶。对啊。哇，其实像按用种东西出体呀，日常嘅整理爱顾营个呀，迄讲零食度到嘛个落太椅呀、风菜呀，迄唔迄咩有嘛个准备爱做。哦，也做爱看自家嘅做法啦吼，迄我自家嘅做法也是安尼啦。我落雨之前有个气象报告咩？落雨之前差不多2年，我要选饮水。选冰水，选饮水啊，怪唔要做唔得，要冻到水。要落水嘅限啲嘅冰水，所以人家神经病呀，我多数人都啲。但选冰水，因为平常用嘅太甜嘅西瓜盐冻糟咩，用水冰落去，佢天天嘅饮，水佢天天嘅要渗透，渗透等到渗透也用饮落去嘅水啊吼。渗透背下全部冇看到水去嘅，佢天天的是湿度也差唔多咧，差唔多也是爆了。西瓜有湿到水嘅，唔講冇太多，冇一下太多。唔會燙到，也唔會是燙架。哦。因為用水冇按多，佢就天天的是，唔會是按架。一落太熱咧，用有飲水過去嘅落太熱咧，水一下飆落去，水多去嘅，佢就是架。湿架佢本身佢就有是多少的水储存的哦，然後下大雨的話，它的水分不會搓太快，所以可以保存這個西瓜。第一個，它不會根不會爛掉，也不會裂開，對不對？也不會裂，比較不會裂。落雨嘅西瓜輕強避開啊，避開就真的就是血本無歸就沒有了，對不對？古早點都用按用嘅方法，有一點像是不要讓它太快吸水吸太多，不要讓它一下子太飽滿，慢慢的本期慢慢的滲水，對不對？天天的本期適應啊。慢慢適應就做得有西瓜喺度到太水咩唔強。對，原來是這樣子。其實像按有個西瓜，除太有2種品種以外，唐貢還有一種都叫無籽西瓜，對不對？對。就像這個旁邊這個圓圓的叫無籽西瓜，它真的裡面就沒有籽了嗎？對，它幾乎都快沒有了，它裡面的籽是相當小一個。哦，這是新品種的無籽西瓜哦。西瓜後除咗肉好食以外，連腦部嘅膿啊都做得食咯。係做得啦。做得食啊！頭前有一項就係西瓜皮做嘅料理，對不對？西瓜皮一般做得用嘅食啦。人家買西瓜規粒嘅買種來吼，一般全部嘅有甜嘅有粉嘅是甜，純嘅就。全部當垃圾的，對，就是周皮啦。人家都會看到安尼，很可惜呀。哦。對，所以講也個西瓜皮可以做很多的料理。像前面這個就是跟農把那個皮削掉，粉色的是鐵的，然後要帶下跟農就拿來做，像是涼拌沙拉的感覺。對，我們那個削好了以後。然後放進冷藏，讓它冰涼。冰涼要吃的時候加一點沙拉，按用就做得清脆可口。哇！因為稍微帶一點甜度，對，非常好吃。哦，原來咩做得食？還有個西瓜皮，以前嘅人全部冇打算，以前有收雞嘅啦嘛，木份雞嘅食咩？個是得鹽咩？是得啦，就。外層這個要削掉，全部削掉，削掉以後，把它切長條狀，長條狀，然後加點鹽巴去搓一搓，然後拿去曬乾。哦，像做蘿蔔乾安尼？像蘿蔔乾安尼。哇，真勁嘿！再早些，那像是它比較清甜的那個湯，
你可以加几片下去，弄一些瘦肉，或是一些排骨下去煮汤，这种汤头比什么都好。哇，除了呀西瓜皮和做的拿来做特殊料理以外呀，黑龙的西瓜还有7个的标章，自己的 QR code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请主秘跟大家介绍一下？是因为后龙的整个西瓜的产量，在全国来讲并不是最多的，但是我们后龙西瓜品质相当好。那西瓜长得一模一样，如何去区分出来是后龙的？是西瓜，那一片是黑龙的哦。所以我们在4年前我们就推了整个西瓜标章的这个一个制度。我们整个公所这边统计整个后龙镇的所有的种西瓜的农民，我们就给他每颗西瓜大概有一个身份证，就是标章，所以这是独一无二的。当然。今年再加上去 QR code， 就是能扫描进去就知道这颗西瓜是哪一个农民种的。你买到好吃，你就直接跟他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也能够让农民对自己的西瓜能够负责，就等于说这个西瓜万一种的不好，人家会说啊你这个人种的不好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。消费者跟生产者这边都能各自负责。对，那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刺激消费的话呢，我们今年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在整个标章里面的 QR code， 我们用手机扫描之后呢，我们就登录你的基本资料，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字号跟你的联络电话，还有你的姓名。之后呢，你只要一传送出去，整个资料会到我们公所的那个电脑资料库里面去。那我们活动是到6月底。那6月底之前，只要你买我们后龙西瓜，你就有去登录的话，我们在7月17号会在我们公所的 FB 的那个直播里面做抽奖。哇！那今年我们最大的奖是大的那个1万多块的一个那个电风扇，太棒了！还有礼券啊，甚至于咖啡啦等等纪念品都很多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买西瓜买的越多，你中奖的越高。大家要踊跃来参加亚拜黑龙西瓜的发通哦，记得扫 QR code 认明黑龙的西瓜来参加抽奖哦。希望今日2位来宾来同大家来分享，谢谢。谢谢。每晨望天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下來做運動了。